现在我们国会堂目前每个星期来敬拜的人数大概在20几个，不会到超过30个。我们的时间首先是9点半，聚会的地点都是在楼下地库因为我们和楼上的英文堂的聚会时间是一样的，会受到一些影响。因为地库你也看到，就是我们大概有20几个人，但是我们通常会摆30几个座位。可是那些座位，因为地库它是一个多功能厅嘛，它不单单是我们聚会用，其实在楼上聚会结束以后，儿童主日学或者儿童节目都会使用同一个地方。如果有新朋友来的话，那就没有时间在下面交通了。而我们接下来就会到楼上参加主日学。可是新朋友的话，你很难让他第一次或者第二次来就跟我们一起参加主日学，他其实也听不懂。所以这个交通时间就很短。如果国会堂可以有一个固定的一个自己的一个礼拜的地方，也就意味着就是有更多的人，我们可以就是可以有更多的座位，让更多的来敬拜的弟兄姊妹都可以坐下，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那个地方，因为如果它是每个星期是给国会堂用的话，就意味着在我们结束以后，我们不需要把大量的时间花在摆座位、收座位、AV 设备的这个set up， 然后再把 AV 的设备再收起来。我们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就可以来关顾新的朋友在我们中间可以有一个比较长久的一个互动，我们可以有更多的了解，让他们也了解我们。当然我们知道教会不仅仅是个建筑，但是神国的福音事工也不应该被建筑或者我们的人为的这个限制所阻挡。所以我们非常激动，也非常希望这个新的教會可以盡快的建成。各位弟兄姊妹，好開心今日可以能夠同大家有呢個嘅分享。大家都知道我哋呢個擴堂嘅計劃呢已經有一段嘅時間，但係我哋距離我哋個目標仍然尚差一半。我哋見到神已經為我哋開路，我哋見到市政府啦、鄰居啦，同埋我哋嗰個嘅 development permit 都係好順利。而家係輪到我哋要盡我哋嘅責任，亦都係神俾我哋有呢個嘅機會。教會最重要嘅就係同心同埋合意。我哋係一個家，我哋有好多嘅弟兄姊妹，呢個我哋係我哋可愛嘅家庭。神既然將我哋放喺呢一度，係希望我哋可以繼續嘅將福音或者係神嘅話語喺我哋中間彼此嘅鼓勵、彼此嘅激勵，讓我哋可以去到天國嘅時候有一個心理嘅準備。And there's a purpose for God putting us here. Not just for us, it is for the people around us, so that we can come here to worship Him and to praise Him, as well as we to be a witness for Christ Jesus and to spread the gospel to all that have not known about God. Now, our church is getting old. We need to rebuild our church. There's no other way. This is the time now. 我同我太太都願意嘅繼續嘅喺度盡忠，我哋願意嘅將我哋以前所認捐嘅加1倍。我相信大家都係有呢個咁嘅心願，希望呢個建築物可以建成。溫浸係我哋嘅家，咁喺家庭裏邊，我哋相信係要有領受愛，亦要付出愛。當講到愛嘅時候，付出愛肯定要犧牲嘅。咁而家溫浸係喺教堂重建嘅計劃裏邊，希望每一個都有一個家嘅咁嘅概念嘅時候，我哋一齊參與。我已經喺信心迎獻嗰度有參與啦，我哋家庭亦喺嗰個星星之火都有參與。希望你都係其中一個參與呢個重建教堂計劃嘅。多謝你。